呀，別叫話會食。哎呀，各位聽眾，嗰陣可能到咗嚟先聽邊咧，好嘅，即係話這個禮拜咧，我人我別講嘅話題咧是請到攞嚟海南人起來，甲人講，因為話題是別講海南人，請嚟海南人歡迎我海南人嚟做嘉賓，就是我嘅老椒。哇！你話這美我到佢會行出來嘅水，但我哋而家辦嘅未上講嘅時候，你有啲行出來時啊。等陣我寫就得咯嚇，我係未上講嘅時候就得咯。哎呦，我冇歹記，我未講嘅寫歹記啊，未辦，死我就要 fix 啊。Anyway， 阿龍，我請到落嚟，我係海南人，到啲大頂嘅海南人就是阿龍加維維娃娃咯。我俾即看到啲 clubhouse 入面。Clubhouse 入面有蝦米海南人特啲會有，我未記來參與嘅即海南大哦，我未記來參與海南大嘅啲，有嚇，有海南人嘅都，海南人8年有海南人無？嚇，8年有海南人哦，8年，嚇8年，你8年就8你記學我隻黑隻，那是都是海南人。海南人，我看你話海南人哦，你啲人有走隻海南人。會了。Clubhouse 阿嚟有海南人冇喎，出到哪裡呢 ？OK， 讓做代表。咱人會了啦，會了是困了啦，困了，我搞咯，這個有影是跟住有影嘅啦，這個。冇 context 啦 ，context。會了。OK， 來係咱嘅海南人，我嚟講海南人。OK， 咱唔是海南人嘅人，講海南人。多幾好。頭一句話就是講就是幫講，是唔是啲 popular 嘅海南話？是唔是幫講？幫講是講人講嘅嘛是哦。Stupid idiot 啦，講 stupid 咯嚇，伊無講真嘅，伊唔是講。錯㗎咪就意思，就是講到講咗哦。冇噃，呢本是淡薄 derogatory 本，淡薄寫是唔是海南人，會用啊。你是幫講嘅人，你是幫講嘅人嚇，你是講，因為是講，即係即係阿龍是海南人，你說阿龍是幫講嘅，原來看只水款嘛。哦，就未必話幫講嘅，嗱嗰對。人但仲本來是唔是海南區啊？我就係講那區是啥咪啊？曲卡是吧？啊，親切，親切啊！那區哦，就是講好咯。那區對，一個字是聽起來無安尼無好就講那區加數就意思咯。聽起來我比如講係邊個話咧？唔是，那個格數，那個是講垃圾咁就係這啲事。哦，我即係咩？那個格數，那好垃圾，格數，那個格數，格數啊，格數是垃圾，格數。誒，你諗羅老唔諗？諗寫海南人嘅代表，諗細漢多處已經有 expose to 聽海南話啊。我是甲我 grandpa， 我爸是講海南話嘛。我你講啊，你個別點未講？呢個別點未講。我媽我講，我爸了我你媽餅是海南人？我媽餅是潮州人。哦，潮州。แล้ว我教我大哥、二哥。但係有時講海南話嘅，不如。哦，哇！阿龍呢？我無是，我唔是都就做，你我係爸嘅餅咧是福州人嘅咋，所以有時講你爺爺講嘅話咧，我是福州人啊，你爸嘅話啦。但係呢個我對福州是完全冇感情嘅咋，因為我冇親情啊，咁樣嚇對兒啊就，所以近嚟我係爸接嘅口就冇咧就。你要教講福州話？我媽媽咧是full海南人就，呢個是啲多啲。講係邊人講海南話嘅金邦裏邊大嘅海南堡啊！誒，你講到咩叫你 cousin？伊冇影呢。哦，所以未嚟，呢種合大都一個半未殺嘅，冇啦，cousin 特別國嘅，條能嚟特別國嘅，特別國嘅，美國嚇，伊特別美國嘅，伊特別美國啊！แล้วว่าให้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แต่พี่เรื่องของว่ากับ海南人真係親是 because
我媽負責往到啲鋪地嘛，我是定成啲等住幫我出事嘅，等住幫我出事了大漢了甲幫佢鋪地，我哋等住幫我大嘅所在就是係林人大嘅所在嚟，係咯，佢鋪地咧佢我每一個禮拜六本時要對等住幫我叫你菜會叫你計料嗰邊嘅咗，就是我顧啊我姨啊二金幫嘅人大條上所在啊，其實我細時間甲大漢啊。係林話對我嚟講是第有感情嘅話咧，比學嘅話高一千倍。當時我哋厝裏邊講學嘅話，特別我聽到係林話是比聽到係學嘅話高加歡喜嘅嗰種。即係錢啊，你感到就係錢。對，我小朋友是是我們發事 language 嘅嚇。我有一種嘅感情嘅就即係我只有暑假聽人講係啦，當見去拜年又好啊，對於我姨啊我見嘅處理嗬，往人講係林話咧，我是會有聽，特別我 just 講別。順咯，我講未順咯，我係參掉學嘅話講咯，你我表哥我咪是講未順，是咯 ，because 你即係講出十幾年出事嘅件啊，啲玩咁崩嘅啊，出十幾年出事嘅件啊，actually 啊參加啲學嘅話嘢啊 ，because 學係人話做嚟做就能講啦，我表哥都成日咯，嗰隻係人話嘅學嘅話，要就嚟講幾年嚟所就講粗鄙嘅咗，學嘅話 S 啦，隔了時係人話 T 嚟嘅咗，你所以是啦，冇是啦，大細。D 不是呢個啲係人話是 D 嗰種 ，D 嗰種。我識 D。我表哥做咩事？我記咪講，我表哥是按呢隻表兄弟姊妹裏邊啊，啲係人金邦裏邊大漢裏邊嘅人裏邊呢，伊是第少年嘅咗。我表哥一大我3歲嘅咗，係咯，伊呢個 already 是聽福建話，用福建話去翻譯，係人話咧就伊 already 有人翻譯喺邊度咗，而家伊有certain嘅字伊講唔出來嗰種，譬如講。小英啊，會唔會話應該就係講小英喺度講嘛？特別 because 伊是講福建話咗，伊近嚟就係講小英福建話都叫咗，伊唔知係人話都叫咗，伊啲個記聲話裏邊伊個記未記咗，所以伊會將佢哋 S 變 T 調音，所以伊講調音嗰種。特別隻咧，隻小英調嘛調，調嘛調嗰種啊，調，調啊，調一調就是調，佢哋字就調是香的意思啊，調的，你講小英香啊，香片的香啊，香，就是調咯，就是燒拍嗰啲燒啊，調拍啊，燒就是迄個調，這個字就做，係咯，講小英咧，調咧，就是講小英咧，調咧，係咯，我表哥咧，伊就是講唔對就講調英咧。係咯，佢嘅講潮咯。喂，劍就講啊，如話係林人唔淨係林人嘅，伊度講話伊別肯講話嘅，而家大家話唔是係林人嘛，但係我表哥是係100%嘅係林人，好似啲係林咁講大下啲啊，伊就是講調型嘅，佢嘅講潮嘅講下，即叫講調型嘅咯嚇，調型嘅，你嘅意思講即係調一個字嚟，講調咧，調型嚟。當然喎，我嚟學 S D 嘅喎，成日收陀卡啦。收陀卡豆嘛豆腐下係咯，係你 TH 加 KH 咧，隔樓是 H 嚟，你睇陀卡是河下，我呢就是 H，ET 加 K 冇第二嘅。哦，河下，哦，你豆下，你睇你嗱講運轉冇 background，嗱諗下冇咯。冇 background 啊！然後 convert 嘅話咧，你係明白嘅。哦，普吉隔樓度係呢條絲啊，普吉勒路嗌，普吉點樣叫普吉啊？係啦，冇，呢叫字，哦，字拜字樣。我媽就字勒路係啊，拍和咪記係嘛？嗱，我瓜媽就咁講咩？我媽咯，都咩路得？嗱，我字冇甩。你睇下，咪叫拍唔記，拍唔記，就是字擺未拍唔記。而家咩位馬就都話呢度得，那部字冇甩。哦 ，context 係呢度甩，後面啲嘢甩，後面唔入甩就是拍個漏氣。那冇，特別字冇甩，字擺冇拍記。誒，超標。OK，嗱，咩位馬就好聊。誒，本來老一排人是真好聊嘅，不算是。你人感覺到即係有一個就係人唔知面，係咪嘅？所以我唔知講 view 嘅話，亦感覺到啦。Actually，人講學嘅話啦，都淨係聽到就係講人嘅橋，就是講邊樣人嘅一條，你人是一種嚟做，一個 standard 嚟做。
你就聽一早就冇 email 話啦，這個應該是潮州人日日講福建話，because 隔了人福建話講福建話福建人嗰啲名啦，上呢就，一時上就 standard 就，但係呢特別嚟嘅，係你話少弄嚟 standard 嚟就，我唔制 we 話是係咪 standard 咯，we 要弄牌嘅就，一聽好似冇想用嘅字本冇想。你每個啊，經濟字嚟講，你講當劍都講下 we 話，當劍啊，現啊。對，印拿是教我寫。印拿，係啦，有另外一個是叫做線呢，都聽過線呢哦，線冇話唔係喎。線呢係啦，佢拍電話咧。拍電話，拍電話咯。啊，拍電話教我寫嘅，另外是你是有嗰種，另外是拍電語嘅。哦，拍電語。係你好，我同你講，係你好，係你是有一個我係你是做好合併嘅，成日講啊，伊人講海南話嘛，我人是講話，伊人是講話。我諗係海南嘢，海南嘢，actually 你講個調做好咧，係你黃明志咯，南無 V 嘅咯。呢度是講嘅牌咯，海南語，名本位，名唔記得咗數。海南人都對海南人是講學，海南人都對海南人講福建話嘅名。但所以又唔再講對方是海南人嘛，所以變做冇 communication 啊，20年嚟啊，喺你傾落嚟傾故地嘅啫。係咯，一步。特別我同你講，馬路，我同你講啊，馬路係南會館啊，不是講福建話嘅。係咯。呢是本做上噶，呢是海南人特別比較講海南話數啦。比海南別講海南話咧，別人佢就出羅經嘅咯，係咪？有時候咧福建有時候咧福建講會，特別是講華語。你成日謝謝，你謝謝，你人成日講謝謝。冇解啊，唔該啦，爹爹啊，謝謝。爹，我冇講，我講冇解呢。冇解。冇解。我們每按照看海南人變做高主食嘅人，係咩意思？安怎？撞破嘅咯，是海南人。哦 ，OK，嚟啦，我同你講，比較，OK，我講是，對，我啲車海南人做條船嘛，行船。我講是行船嘅咯，咧伊行船嘅位伊是主食嘅，所以伊人主食咧就係成日講，我講咧伊是係煮 Western food 嘅咯，就是伊人啲。行船啊時啊，學起來咧係嘛，學起來了，變伊人起來，就面講伊人無對船了嗬，無行船了，伊人咪去開嗰邊店咯，就係。佢隨線嘅成話，你用呢個技 skill 啊，定得學到啲船。任嘅菜館本嘛，有菜館了，係啦，定擺嘢阿摩嘅 rest house，都誒佢 rest house 特擺。rest house 係人過嘅 rest house 係人時間了是海南人嘅了，所以說煮食，你 check in 嘅時，人會你被食咩蝦咩本嘢人會曉煮，和你 western 特別華啊吉林啊等人食嘅了會曉煮嘅。特別你我同你講，成日講馬路人講嘅海南食啦，即係成日人邊人講海南食嗬，就是海南嘅 Western food 咯 ，Shepherd Pie 啊，你款嘅物件咯。你其實唔是安尼，你若是講你去三亞，唔是安尼款嘅喎。就係啦。三亞係咩意思？海南食，三亞是你所在。海南咯，三亞是三亞是中國嘅夏威夷。中國嘅夏威夷。海南係中國嘅漢諾魯魯。海南島嗰邊啦。所以伊人嘅食嗬 ，actually 唔是安尼，是人本地呢，伊去行船了。因為伊人是海蘇呢。下掉，然後伊人個伊個菜呢，我是 study 伊個資料啦，伊是講伊人用只濟本，伊人嘅迄個熱帶水果，就是講果子啊，所以菜裏面有炒個果子嘅咯。我嘛好食，因為海南 Island 應該是中國 only place 有嘢。嗰時是熱帶嘛，伊是做熱帶嘅位嘛嚇，แล้ว特別人這邊嘅過來這邊咧，一行船了啊，咧食濟物件喎，嗬，成日講海南食海南嘅菜喎，無講個了人會曉煮咯，就哦。
所以伊對了行船咧，吼，伊出去學迄個 Western 嘅物件咧，吼，咧當今伊來開個別店啊，先人賣做對 Western 嘅物件咯。所以真濟人講迄個是海南菜 ，actually 無算是海南菜啦，迄個是人 Malaysia 嘅海南菜。海南人。明白。because 伊是叫 Western 嘅物件，嘅做啥Oriental chicken chop 啊，你講你啊。伊是因為是伊製作阿嬷嘅裝破數，然後學到伊嘅阿嬷嘅 technique，但係特別 adapt 做樣家己嘅上海南嘅method，但係參 fusion 啊，變做 fusion 去。對，แล้วก็有娘娘嘅菜本事咯。last time 娘娘就係請海南人做裝破嘅嘛，所以海南人會有學到淡薄娘娘菜啊，你看咯，然後。成日講我厝新正時啊，有煮茶啊，面你看特別佢哋嗰啲是娘娘菜嚟嘅，唔是真正海南菜嚟嘅。較少咧，這邊是完全是無啦。變嚟我看人成日講海南呢是菜喎，嗬，特別其實食起來是娘娘菜咯，然後啊無就是係個 Western food 爾咯。嗱，你講成日講海南島嗰邊嘅菜呢，是海南基本啦嚇，有傳到嘅咯。都人講人就特別講娘 food 啊，娘嘅食啊，我是家己想啊，熱氣就影響到海南食。應該是有咯，because 有隻嘅裝破是海南人嘅數。actually 伊是有 influence 嘅，然後我是唔知有人去研究呢個物件無咯。because 娘娘咱可能小條物件，咱可能小條福建嘅娘娘呢，大部分啊 majority 娘娘就是講福建話Malay 講 Malay 嘅福建人，當時安時哦，特別 actually 伊有隻大嘅娘娘嘅 influence，唔，sorry 海南呢隻 influence。只有咱嘅裝破就無用嘅，咱人嘅海南呢啥好是 the last batch 嘅等人來這邊嘅嘛，所以所以也做裝破咧，是 because 真濟行業啊，嗬，真濟不，海南人是 the last batch，แล้ว that's why 啊，一吹無物件通做咧，就個邊咧。所以人咪去對行船啊，แล้ว阿無就是開即個個別店咯，你看。開個別店攞派人啊，估咋？海南人甲福州人嘅。哦。福建人冇做別貴條湯嘅，別貴條湯。貴條湯是潮州菜嚟，OK？貴條湯。哦。貴條湯從來都唔是福建菜嚟。誒，我講聽，我接落來啊，我冇試過食貴條湯，阿咪貴條湯是食普通嘅，我但係老咧啊，小隻喎，我老啊個小隻貴條湯喎，泡白雞係咪啊？老咧嘛，嚇，依個消化咯。我點我感覺到老咧嚇，我可以 appreciate 係你較正嘅味素，頂到時係愛重味素。正嘅物件對。我當然見食伊係成啊，你我本上。我冇食貴條湯嘅，因為伊個湯冇口味。嚇，冇口味，所以我食福建麵啊咪。我會味到物件，我唔捌味到。嚇，對 ，because 你 taste bud 會唔做誒，你 taste bud 會變數，反正你 taste 就係咁嘅。แล้วก็有嚇，我就直接是應該點冇啦。我呢就是我真正暑假食成個伊鴨血。分強度過，我知這唔是應該點愛上愛啦，你冇食白嚟，你冇食白嚟，我不是冇食白嚟。海南只到啲馬來西亞嘅海南只，除了基本是咩？你若是講有機會，即有全家女嘅人都有可能會吹到咯。because 真係大部分嘅海南人啦。老調，我講海南話有海南金崩冇咩變調嘅啊，加就是個烏魯嘅所在咯。actually 中間都有正嘅海南金崩咯。哦，我未記你所食嘅咩？我有機會對伊嘅話咧，我就未記邊看者咯。海南金崩，我意思講是較老嘅。我人馬路無正正了啦，無講正嘅海南人咧 ，because 正濟本地無講海南話咧，海南話應該若是講啦。福建話嘅海南話嚟比啦，伊嘅迄個絕種嘅智慧啊，應該是海南話較嚴重咯。意思，因為海南話是 only， 你看
咱人馬來西亞有隻無相嘅，當人嘅話啦。咁了是啲大所在裏邊有嘅咗，嗱廣東話啲 KL 都有咯。KL 話如果係啲怡保、啲個人保佢除咗大嘅所在咗，可能話是 I think 啦是 one of 啲嚟冇啲大 city 裏邊嘅講嘅，依啲啲根本啊啲冇用到嘅，所以可能話是掉啲白人嘅 city 裏邊話掉嘅，依是 minority 嚟，依啲下面 city 依本是 minority 嚟，依唔係做嘅 majority 嘅。啲馬來西亞，所以係啦話責怪對冇嘢，那是冇講嘅話。哦，你唔知有諗，但係你係林會館啊，咪รู้話較濟啊。喂，你愛知嗰就係林會館哦，有嘅啦，already 是70後嘅啦，70年代出世啦，咁馬路一般未學講嗰啫，所以就可能講話是可是用華語㗎，用福建話嘅，就好似嘅。不過就係灣嘅厝裏邊顧，就一人係學講嘅，喂表哥。啊，表嫂妹，嗰啲貴口講嘅。我有成日，往我爸爸我媽媽嗰邊啦，有時夫係那呢嚟，就是講爸母本事係那呢些。我講聽啊，但係我未記落嘅，我把佢塞落嘅，20分正貴啊，未記，我未記訂我係 broadcaster。我你講我 check，唔係叫我到啲 YouTube 嘅，我到啲 YouTube 我係補料嘅，特別我同我講 check 講嘛，啦，咁樣落嘅時候 skip 掉佢隻 step。特別 YouTube 成時 OK 嘛 ，not bad 嚇 ，OK。是講我俾每當就是如果我感覺到成個講有係咪成個人被報銷即係變成福建嘅活動，特別是用被來保留即係福建話嘅，係南話嘅喎。係南話 ，actually 係南話，老實講啦，人做呢啲物件，我冇咁經驗嘛，我自己本身故是真細樣。係啦，紅燒嘅人啦 ，actually 係啦，我是未叫嘅。因為啲獨立嘅時候，獨立，但所以你對學緊嗰個人嘅結會，但係我特特冇講，哎呀，你冇記退實學，係啦，話講你18嘅，我退實係啦，冇啦，退實幾多路會，依冇實第二啊，就，依冇很久啦，你邊人教係啦，話教住住，但係係啦，人愛去學嘢，唔是係啦，人去學係啦，話嚟做咩？所以可能學緊話，我安尼用力去叫是 because 唔是人哋話是學緊人，就是因為。村呢未叫了誒，福建話碌會叫個咯就。特別啲海南呢兩個係咪話？海南 actually 就參嘅就亂啦，你就說 ，because 海南is 一個 island 嚟，伊是地話越南嘅 island 就，所以有隻中國人無上 province 啊，咁落去海南啊，但係海南 island 到底啦，正講海南話人啊，本是甘榜嘅人咧。哦，本是少了，因為嗰有一項就是講。較濟外口嘅人嚟，不是用華語啦嘛？要外省嘅人咯。所以你特別上咧，海南嘅語言被話了啊。我是 feel 就講一隻快地冇嘢，一邊福建話我快過，福建話佢叫過，你就點樣說？你人有一個 political reason 就是台灣人當今啲啲話算嘛，就是講 I'm not Chinese，所以當今煮來煮去少年家啦，啲台灣啊。pick up the language 就是講 because I want to be different from Chinese。一做可以清查嘅。一做可以 distinguish 嘅 differences 嘅，所以福建話是會叫嘅就。福建話是會叫 and 會紅燒。福建話有可能啊 ，even 有一節啦，有一字 officially declared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aiwan 嘅。still 是有會叫嘅，會叫嘅就。特別唔知啦。我唔知咯，那是被立啲嘅咧，台灣人呢種本事會本啊。所以啊，福建話會叫是就是說 at the same time 啦，中國嘅 government 嘛就想，伊嘛是提想啲辦法去叫福建話，就是說講，oh we are actually the same。哦，所以伊 push 福建嘅education 嘛，啲中國。有嘢咩？哦，伊就講學堂裏邊是有讀嘅咯，就呢啲廈門嘅學堂裏邊是有讀。哦，伊咪做個成個 separate 嘅上班，我人冇 embrace 福建，所以唔是不學我人去啊，你看。since do I distinguish 嘛 ，fair enough。往啲這邊嘛就講福建話人，我學這邊福建人 continue 講福建話。所以福建話是會叫嘅就。哦，伊 politically behind 伊即。But then and then 啊，ironically 啦 ，Cantonese。有可能比福建話過差個，因為其實啊，伊就是賣學香港變無上去咗就，伊賣學香港特別就，所以一定 push Mandarin education。其人講功夫話了，
你家己看，偌濟人講廣府話，比起我去外國嘅中國人，佢了是講廣府話人嘛。我甲你講，廣州本正慘了吧路，廣州本正慘了，無咪無咪有誒，馬路後生囝都未講誒 ，because 伊 position totally upside down 啦，無相樣咗。我知，伊人咪香港上，要，而家台灣嘅 situation 無相去了。伊是 complete opposite。伊就成個，伊就 under control 啊嘛，伊就 under 伊就啲伊手就掠掉啊嘛，所以要做壞事嘛。所以香港有可能伊做個香港變 Mandarin 嘅話，咱 Cantonese 講呢。咱被 avoid 啊 politics 被咱被 avoid 即係 subject 本，咱 unless 講係你 politicians government yang open mind 啦，unless 啦。無啦，有咧就是成個中國人，可能被利用之類顧緊嚟 gain 伊 political 嘅。對啊，都是人古仔人講，哎呀，冇係香港故地個啊，台灣未叫嘅。我並actually 啊 ，based on what experience 啊，伊是多邊嘅。我頂次拄到我一個，我拜時是我 office 我拄到我一個朋友是到啲香港嘅 office 做啦，我係上公司，特別到香港公司，伊是到啲。伊是香港嘅人，特別搬嚟 Kansas City 度啊，然後到啲 Kansas City 隻公司做隻久啊，然後伊會往香港有隻 office 時，伊就轉去香港 office 做。伊講我每看安怎咯，就建議本無看到伊啦。伊講哎呦香港啊，即幾年內面完全無上去啊。伊講你來，特別我是唔捌去嘅，我可能去 airport 呢，我是唔捌去香港。伊講啊，你未盡啊，伊講你來，伊講伊看我個心痛啊，伊講伊 because 到香港大漢嘅人嘛。我唔知。誒，你講到啲台灣，唔是台灣，講到啲海南，我咩講台灣嘅？講到啲海南咪講就有見嘅話題，海南腔。其實我唔知海南腔是。海南腔，咱嚟做嚟講，特別白人後面是海南腔。嚇，咱每個白人知海南腔係咩意思？伊唔知喎，我任啲都知哦，我任啲都知。我有聽人講，嗱，自己海南腔吹起咯，都覺得阿偉話喂吹起一部。人講海南人啦，早起嘅點先啊，有冇小弟？起頭腔嘅就，伊多實就講話啦，起模線啦。我冇 feel 派聖地，人時真有假事啊！講字你學，都講人哋講我人講係你講佢就海南腔啦。好嘢喎！你猛爭嘅，早起猛爭嘅就。我早起請那時啦，我會脾氣啫。特別即個是起床氣來嘛，就濟人嘛是有嘅。我冇。特別按照叫人，咁數人 stereotype 叫做海南人咧嚇，即係濟人嘅無人講福建腔，人講海南腔嘅喎，係咪數啊？你講什麼數？啊，來每應該將每小淡薄也是 confuse 淡薄也是係咪？你脾氣派脾氣。別係人嘅，伊只頭腔，錯路咧嚇。冇 make sense 啦，我同你講，海南人咧。冇意思，成個聖地嘅派就有早起時，你就誒係自己啊，即係阿 Benin，係你對邊嘅 Benin 啊，誒海南腔嘅啊，你佢計講話是你個四字淡薄啊，問得罪啲人嚇呢，伊樣寫 stereotype 做變做是去海南人度嘅呢份。冇啦，我同你講上嘅啦。特別我就是要了解，做咩數人講海南腔，無人講北行腔。頭一項就是講，我有聽過，我冇聽過，特別呢項，意思講，我唔捌你哋海南人啊，冇啦，未必海南人講話較錯咯啦。我話啥？一聲，唔是講話錯咯，你諗關係聽福建話聲，變咗福建話聲，然後你聽到海南人講話時候，你人嘅 way of expressing 話叫我在我 neighbor 嘅了後，人講話較大聲 ，volume 上較大嘅。大聲是唔是？伊 volume 上較大聲誒，然後變做我都唔知係咪事實，到底是 culturally 還是伊 language 還是影響啦？伊是講話是較大聲，聽起來啦，成個較惡，成個較錯咯，然後呐，特別其實個咧是話聲啊嘛，你人講你聽到法國人講你法國嘅聲，唔知就好聽，人聽起來是法國話就錯咯，佢講。
呢嚇，那咪是 beaucoup de gens qui fait restaurant, ce moment. 咱家己聽家己關事嘛，咱無關事嚇，就安尼，然後你漢話佢噴到一邊，你就是海南，特別我是奇怪，做咩事人會叫海南腔呢？是唔是因為福建人，邊啲福建人看？接佢伊人嘅方式，無明白樣嘅方式，還是伊話，你變就講，咦，個錯咯呢？就早起起來就叫講啦，嗱嗱。因為早起我講，我是大聲嘅，是只大聲。你開個別店冇法度啊，都俾佢大聲個聽到啊，都是我，我一定是伊人嘅關係了啦，關係了。是本關係變講話大聲。阿龍頭先都講。海南村嗰啲講國係咪？到路我唔知啦，咱到路是，但係冇得自己是海南村，我唔知。喂，有迄個海南廟啊，迄個傾意思啊，傾一下是海南廟，是等傾一下較識呢。我上邊其實到落嚟，傾意思係報上非就會咯。海南啱嚟，迄個貴利所哋叫偏嘅地咧，茶鋪啊。學下做緊料就係嚇！別怪背話，邊個咧是海南村啊？背話我講是後邊我對啊，呢啲學堂裏邊古仔是用海南話嘅啫。哦，哇哦！即係我嚟，我講時講海南話加對人車人喺度。誒，你講係你啱係哦，後邊有羅勁啱就。另外一間是啲大路位咩？有一大嘅咩？唔知之間裏邊呢？哦，我知啦，我捌第一識嘅啦，就是一間大間嘅咯，就是啲當今嘅咧。唔是，我識嘅是細間嘅。啊，裏邊我甲我講去看吊吊班呢，安怎樣做吊吊班呢嚇？特別是海南啱。海南啱，我唔想做吊吊班，冇辦法啦，就車無人啊，做去做。對，車無人，邊人記得做吊吊班？所謂啱，我係講係哦，我係講特到。伊做吊吊班，你只見我係厝呢嘛？我係厝是到底講國內，我講國內啊，我就行去迄個金鳳路，一頭行 straight，實到咖哩，伊暗到食小朋友。咁我人去看咧，特擺阿咪看戲白卡個了啊，我家己行去就，往時我細細漢嘅時，我個6、7歲呢，可能我嗰時對我講去看吊吊班，我家己行到勢，家己行對厝嘅咋。古仔世界真係安全嘅。嚇！一間房落冇車咪，你介紹話卡達車，但是冇到擺呢，都冇講嚇，冇講就點解我見其實老實講，伊冇破咧阿莫灰咧咧咁樣破落冇怕咧落冇怕落個啦，伊是咧嚇我要落，伊是炒，伊是咩？伊要炒動物炒嘅，伊攞鏈啊，伊鏈攞掉。行無炒，特別動，因個炒係一種嘅路嚟嘛。所以我行去下邊，我下邊去看，一間名名講叫做傾意下。哦，一間是我知我當家姐到底下邊呢，下面我人唔知咩好優惠啊，什麼本是到底下邊嘅傾意下會做嘅喎，我等你物件。แล้ววันนั้นอุตส่าห์มี lucky draw มีแค่เขียนมีมีเรา draw ว่างสิเขียนเก่งอินโดว่างสิของเก่าแต่พี่ว่างเอ activity ก็是到底係邊嘅 so 我嘅厝啊講講係邊我嘅即係你本是海南人嘅所以人嗬我人第三間㗎俾後邊會嗰邊即係經過6間7間嘅厝一人早起起來啊拍衫到個拍殼咯講話依頭一間嘅第7間第9間嗰係講嘅咋因為是這樣的咯，關係大聲咧，關係我厝嘅頭，我厝嘅阿妹本是海南人嚟嘅，所以有當時嗬，我人冇行出來講話，我當時到結陣啊，安尼款開條門啊，阿妹門喎，那一般開條阿妹門一下，安尼款對講嘅，我人本是安尼款啊，小三哥。是啊，冇乜佢哋講，頂到啊，就是當今嘅噔噔噔噔，就是Miku John，對，頂到嘅是叫就是新嘅噔噔噔噔誒，報告，
你是三個。我這個英國啲好似就冇應該一半彎咗。可能係 kick cock kick cock kick cock。我咁繼續講啦。呢隻冇應咗。你話我你講咩？冇係林人呢，伊關事是講話較大聲，但係講我厝嘅人，本是安尼款呢。然後伊會較有淡薄上較無耐性安尼款呢。較急性，依家較急性咗。較急性。哦，即個袂使講伊毋捌聽過海南話，因為伊大啲有可能大吉打數，伊無 expose 咧是，吉打有係海南人。你講關丹，唔是，關丹。仲緊有是有，特別嗰是真正 super minority 嚟。哦，真會使講做 majority 嘅。有 super minority 不有嘅，because 你人驚可能 bully 嘛。哎呦，人白白。我問到講到把 equipment 呀，你看你請到把 equipment 嚟叫定住我哋 Instagram 會唔會？係咯。把 equipment 嚟嚇，做咩呢？辦幾年嘛？個有話先呢？我 join 海南會館的嘛，所以就講我人青年部啊，吼，我人有成日講有做 activity 啊，係咪咧款嘅？所以吉打嗰邊吼，巴林啦、吉打啦、police 啦，嗰啲嘛是有海南會館。嗰啲有嘅，特別正你愛吹話咧，你會使吹馬來西亞，你會使去吹我吹啲咩啊？你睇去 Google 吹 Kampung Baru Air Journey， 即係 Kampung 咧，嗬，就是。嗰啲簡單嘅。長緊咯。哦。定價樓嗰邊位嘅，伊就是最出名嘅海南 Kampung 嘅，伊是正，until today 就是海南人做嘅咧。你講定價樓啊？定價樓啊？定價樓嘅定價樓，應該係定價樓嗰啲。定價樓。定價呢？哦，定價樓。海南人海南人會較急聲咯，咧講話較大聲咯，所以有人講話呢時有淡薄成個笑名咧，有人會講啊，真係成個啲笑名嚟款嘅。佢個只惡咧，安尼款咯。伊氣口氣較重，是唔是？而家是人 S 嗰邊 T，S 嗰邊 T 個重嘅咯。伊部咧數咧杜本啊，伊無出聲，音出聲，無出嗲，出嗲，伊無出嗲。因為有講過。because 嗰啲四邊 S 邊 T 嚟嘅，出嗲。咱嗱成日講啊，你啲做下咩啊？你做豆米。而家咧 Z 邊 T。所以看到一成嗰啲咩人嘅咧，講到你豆米啊，伊請伊氣較重，伊是對人對福建邊啲福建嘅 standard 嚟講，伊聲是聽起來較惡較重。attitude 啊，我唔是講錯攞嘅隻咩啦，特別因為是真係軍事，我出嚟諗冇時間就軍事講，就是人嚟了你冇出聲啊，咪就人嚟了冇出嗲。因為成個名人講話咗，係啦，對啦 ，based on 人嘅 based on 福建嘅 standard 啦 ，because sometimes 人嘅 perception 是from like external 嘅culture，成日台灣人講你 rap 你 K silent C silent 你music 嚇 ，because 依個 culture。within 啲culture是唱 true 對 culture 嘛，特別你到啲外口嘅位聽到歌，你 culture 完全無像，還是只 clashing 嘅嗬，你咪是感覺到一隻錯咯，還是只係咪咯無書本嘅呐？所以人嘅 because 人是福建人，等人是 majority 嘛，到啲邊人，所以人嘅 perception 又人講海南人較錯咯，較惡佢哋是到啲福建人嘅。方面嚟看嘅，perception 啦，特別就是講一隻好笑嘅，我做 office 嘅位嗬，我 office 入邊啦，本有海南人本嘅，然後可能係講咪可能聽，可能咪用海南話講咯，特別伊人會 feel 到講，阿做人講話成個啲笑名嚟講嘅，我講冇啊，可能啲講話啊嚟講咯，because 伊聲之嚟成個是啲笑。白人聽廣府人講話，嗰是白人聽Korean人講話，嘛是感覺到樣子上嚟。對，Korean 對，那是。對咯，所以海南人未必海南人嘅 reaction 較大啦。特別本啊，未必係 expressive，樣嘅 expressive，樣成個 Italian 嘅。是
正掉車鏡誒，即係日本人嘛是咧掉車鏡先，等住多多聲。條文啊，你是，所以變咗有人咧，可能海南腔嘅一個 stereotype 去。แล้วลองก็感覺到海南人嘅特別嘅風俗，有是蝦米特別？你有聽過古早咱海南人袂使甲別個人交易呢，特別帶海南寶嗰啲嘅海南翁嘅，我嘅厝古早有安尼款安尼想法嘅就，伊毋是講怎樣，伊毋是 push， 伊無 push 嘅，但係你話 try to 買，我標啊，伊唔 try to 買本，我白白食飯樣拜年嗰陣做，然後食飯點先，然後標哥標嫂標姊樣嗰啲白白借條，然後是大人嗰啲白白點先，講伊有把路拍拖啦嘛，有 boyfriend 呢，有愛情呢，然後你較老淡薄人講，是唔是海南人嚟？伊係唔會，伊無 push，特別伊 emphasize 講，特別教應個。特別只嘛是安尼款，唔是海南人嘅，佢咧就海南嘛是有整到。是唔是安尼款？我唔知。啊，佢有本，有時啊感覺你就 OK，所以 until 啦白色人。嚟看人無上目睭看人嘅事，人個再講，原來人無白色人看未起人嘅事，人是家己看未起，人家己相識人，講無相話呢，都看未起。所以話，像咧像唔是你功夫人本是為想講本是傳播，本是教家翁，本是特別傳到對人家己嘅人。對。相款啊！你咪是講佢哋白人咪成，你看袂出樣嘅，係咪食整嘅啊？你咪是講 You Italians， 因為咪是安尼款本嘅，伊咪是有時講嘅 racist 本嘅。對啊，即係咱講 surname，你個海南人嘅 surname 有邊啊？你 fix 咗，你就看到你 surname，你就講富，對 ，FOO，富，我保款啊 ，majority 嘅咧係海南人嘅，話咯嚇，係。話你就係話啲鄉啊，就出名啊，就 YouTuber 時候啊。誒，真係唔知咩名誒。我睇到落字呢。我唔知喎，我唔知。你知咩副呢咩？啊，即係我唔知，我睇到你字呢朋友個咯。我唔知喎，我咪是白隻字呢。副呢咩？阿 John 問係啦，我成日阿 John 個添啊，渣都制啊咯，要靠線，渣都制啊。喲，我食渣就在裏面咯。我想我住喺教我講住是我啲鄉，是我啲鄉咯，是我啲鄉咯。我啲鄉，人意思你兩大沙邊，人咧異鄉，對，甜鄉，這個是我啲鄉。我知咩屬於廣告先咧？哇，啲鄉，sedap nya。人家放個哪樣啊？哪個樣？係甜香嘅異鄉嘅咖喱係海南人是冇？我唔是福建人啊，福建人。冇啦，唔是。我人香，安怎會香？你知阿咪咯 ？Actually 是強壯嘅強。伊無，你袂使用強壯嘅強嚟講，你特別講強 ，KH 嘅音嚟嘅。迄個強嘅啦是 H 音啊，好卡叫做好鹹強哦，咁啦 KH 加 TH 咁啦變 H 咗，所以我講 confuse 講紅鹹啊，人叫紅鹹喎，紅鹹而嘅是紅鹹咯，紅鹹體育館，紅磡體育館，紅磡，我未啊，我特別去 fix 出嚟，你香港嘅聲真係，紅磡體育館，你我叫佢話我行過。不能嚇！嗰陣時我叫你行過話 fix 你咪香港嘅聲。華啦，夫啦，夫下個面，下面個下，遠本啊！有安尼款嘅聲咩？哇！咪只招，我有讀過，我讀嘅羅薩里嗰度聲本嘅，真係真係，海南人聲本嘅，Google，喂，其實是 Google 羅薩里嗰個，你只看到就嗰時海南人咧，係啊，啊。要成夫成華成款。誒，啱啱喺度講啊，嗬，你就係成日講maybe 馬路嘅人冇咪重要啦，特別 last time 嘅時候，我人你人有族譜嘅哦，你會記你嘅族譜係咩哦？成日講阿玲啊，你看一齊啊？族譜本嚟嘛嗬？我係成日諗看咗，你有啲我 computer 裏邊啊。是啊，再。
真得暖就揾出嚟咯。就說我搞你古照啦，講話我去 scan 起嚟好如何？就說我 scan 嚟，特別一上暖啦，就說我 scan 咧我未開個了，就說我是啥家 scan 嘅。哦，啊，主仆是你係講即係咪做破？啊做啊，伊是咱嘅迄個 gland script 嚟，就是講你名係咪大是特別係咪字嘅？對。我有對啊，我人有對。應該是咁樣想嘅，就所以你地向嗰啲地啊，應該是啲裏邊嘅就係點啊？哦，是地。對。誒，是地是唔是海南話咧？應該唔。我知是是地係咩？佢嚟介紹學嘅，介紹海南話。是地是隻 game 唔是？是地。啊，那一出地的，出事的，出事的，他咪出事呢？出地是。一成啊，是地上，我冇聽過這字哦，即我聽過，但係我唔知咩意思，我未記咩意思。一成是 game 嚟，成個是是地，你去對嘅，你看成啊 ，hide and seek 呀，something like that，特別唔是海南人啊，唔是啦，唔是海南話嚟啊，是地，唔是啊。所以你以下冇啦，冇乜嘢啦，冇睇。冇乜嘢。誒，啷講幾句話我聽看，啷講一 sentence 佢我會曉換嚟個。你真係好嚟咯？誒，我未曉。你真係唔得好嚟，我唔知。你哪好嚟咯？你人哪好？好嚟得咯，你要去得咯。你咪同佢去得咯。哦，你印拿我未有聽，你講印拿是你當金要去得咯嘅數。印拿，對，印拿，我曉講，你講好嚟，我曉聽好嚟。actually 是咱人無 sure 佢哋字都讀咗，咱個 based on 咱嘅 memory 就嗰時印拿，咱人 just 三隻開嘴音念埋啲音出嚟就咗。because 係啦話是 already lost 咗隻物件，係啦，咱家基本冇咩 sure，你唔會講當金啊，你講當金啊。然後咯，一隻凊彩，然後咯，凊彩一聲布布嘅咧，當然咪是人啊，依邊正一人讀唔出來嗰陣。哦，福建人如果講嘅就講，即係物件叫咩咧？即係物件叫做粿條湯。如果講下就成咗，可能話就唔可咧，就一人冇迄個 confidence 咗。你唔會迄個字啊？誒 ，how do you say now in Hainanese 啊？然後咯，然啊，往時人講啦，是啦，有隻凊彩咧。印拿咯，媽媽講印拿咯，冇講咩？哦，你都講咧，攞學個 call 字，好嚟我知，我聽過，好嚟，特別你講個一句話，應該點？發掉啊！是係咪？sentence 你猜啦，你隻 sentence 咩叫 sentence？來，我講下，下大嘅盡量少出門。下大嘅盡量少出門。唔知係咩？就係咩叫一出門？啊咪你食水，大閘話食水。下大嘅是請大家盡量少出門。哦，未曉學咯，做一回。我做一句未好聽。我諗有一個真好笑嘅物件啦，我媽媽古仔教，你看快啲我物件啊。我媽媽古仔有教我講過，迄個有一個故事嘅就，迄個伊古仔伊個姨啦，我係姨啦，教我媽媽啦，伊樣白白去鋪地啊，就講 Campbell Street 邊嘅聖經賣衫咯，買大啊賣衫。係咯，伊賣衫咧啊，迄邊伊直看咧，伊個是教我姨是講海南話嘛，所以伊看伊個看咧講，無像。伊無像嗰種，係咯，佢哋安哥個咯，冇像actually 冇係咧，我媽就拍攝一個冇啦，阿哥啊，我講海南話無水，意思講無水嘅時候，伊塊咧無像嘅，
冇聲嘅，真係冇聲，冇聲好啦，我講係啦話，冇聲冇聲。等陣我特別可能有 echo 等陣我冚就係 echo。嗱，你看到這個哦，哇！我未知道，我特別知道經過啦，其實啊。哦，แล้ว你個 page 啊 open with preview，你個哇，你有這個啊？我冇嘅喎。有，唔緊唔緊。哇！那是講，because 有隻字我冇面有讀啊咗，而家是寫個隻冇咗。即係你用嘢是伊幾本嘅冊，是爛噶，唔知咩咗。但係我當時緊緊搞一股做以嚟啦，講誒我也 scan 起嚟成 at least 留一個 base，然後我 scan 幾本起嚟咯。所以你哋除掉啊，伊有真係大咗，伊真係 generation 啊，伊會寫講嗬，誒頭一個伊名，誒第一個字是多一個背嘅，你知唔知？啊，我未看到一邊。即係你裝是掉淡了是冇？掉淡啦，because 加一年啦。At least 8年啊，at least 你看迄個字三角啥物物件咧？好，慢慢看。咩三角？唔知，但係有一個三角咧。嗱，咩物件咧？我唔知咯，即係我邊係咩字嚟？我唔知咩件。哇！岳父，我看到岳父等於是。伊個寫就講，都一個口嘅人，都啲都落位嘅伊名，唔知是。因為我看隻 handwriting 比較差唔多像嘅，像隻人寫嘅。好涼哦！伊就是講，伊有就是講，人嘅會館裏面有，有時人嘅甘榜嘅 community center 裏面有一個人，直直記一個名咯。然後伊大囝生啲都是年會啊，然後這個是我嘅我講啦，就是培華小學嘅後啲地匠啊，係啦地匠係啦，伊冇生後嘅地匠石洋地匠。然後就搞一個就地環地環，然後地點，伊搞一個都叫生蝦米嘅，生果哦，生果，我看會個無掉，生果即係生蒸嘅，加料，然後個伊名生蒸嘅，口蝦米吹蝦米，口嘴，下我不要看到這邊字，吹。伊是幾本嘅就上一本冊嚟，我 screen，我 because 我一邊 screen 嘛，伊是 actually 是一本冊嚟嘅，所以但係我冇念嘅咯，做一本件嘅咯，要我未記到一邊呢，有時就講係你一代人特別對到你字嘅就，對吧？中一個字慢慢看，對啊，我水嘅字，伊水。嗱，嗰邊咪是有絲格嘅字，我看啊，嗰邊這邊啊。你是蝦米字嚟？我唔知咩字嘅。絲格。哦 ，November，我咪記隻 calendar 你抓。這字文昌生蛋呢，然後到一年伊哋舊應該生蝦米嘢，後來一件是都蝦米名中一個貴嘅字嘅，對吧？嗰個貴林、貴芳、貴榮、貴華，嗰個是一個貴嘅，然後第二輩伊唔知是。入落嚟是這邊先啊！所以你特別對看，你到一輩啊，你特別用上咯。你去到我表哥一大段嘢啊！哦，我表哥嘅邊應該水咯，我一直水咯啫嚇，一直嘅水啫。所以有時一代人團到佢啊，continue 啲寫喺度做。八幾年啊，一本即八幾年冇講真一代啦，八幾年本是5、6代㗎啦，20年算一代啦。我這邊依個這邊啊。有寫咗，那是一 assign 啊，伊個即係蝦米大特別用蝦米名？一對落來咯，就是講我講是中是一個地，就是一個時間嘅時嘅字了。伊個驚就會時間嘅時，時間嘅時啊，但伊特別伊是想講有一個人，一個 committee assign 人啊，是安怎？應該是家己定嘅咯。你是對話就 start 人係用咩？一個對係個樣嘅。家庭裏邊啲一代團咗幾咯。所以嚟講，你是做大人，你經理名就 start 是中蝦米，
了是伊寫起來啊，別人就講哦，要對這長輩要做這老人用，伊上一輩會驚咩？哦，我感覺就英國中嘅廚嗰度。嗱，我除掉了我嘅族譜，指甲，我嘅備分表，我嘅備分表，等陣我好錄。哦，我冚咗先。指甲是第後生嘅後生是冇？是後面都我冚一，你地向。嗱，我係好像是安尼。我係時候嗱，伊備分表咯，所以爸呢，我講呢是正咯，我講是正嘅，你看到下底一邊。哦，我講呢是正嘅，แล้ว呢我爸是圓嘅咯，แล้ว我其實啦，我其實是竖嘅，你知道，我唔是低嘅，你知道。哦，我應該是愛竖嘅，แล้ว你知道會變做低咧是。你而家你是啦，呢度是地嚟嘛？啊，因是地，特別伊喺度話不是地啦，相關本來對唔對啊？相關本是講我係地咧嗬，市場咯，地向或者向咯。我本是市場嚇，แล้ว應該是水名啥物啦，無啱啦，伊換做皇帝嘅帝咯。哦，特別阿毛基本是地，可能 originally 是這個世界是嘅地，世界嚇，世界嚇世界世。所以成日講我若是講甲我上輩啦，有個人咧嗬，名是有一個世嘅咯，若是華。特別伊阿毛名是叫地哦，接落來就是本是叫地嘅，世界的世是地嘅嘛。然後個有德蘇英之類咯，係咪蘭啊？之類是蘭州。我係看到英國嘅。所以伊 actually 是一個係咪你知道？伊是一句上啊事故啊，你看咧。安怎點念？定是哦，伊有字。我知我爸website 啊，我成日隨聲彈嘅，我而家媽媽聲彈嘅，冇喎，伊冇 record 喎。哦，有誒，嗱，你去即個族譜錄，我就是去你嘅 website，聲彈你冇 record。哦，哦是啊。誒，我俾佢吹啊！咯，反正我對佢就俾佢吹，即係上公司啩。呢嘢呢啲 internet 嘅阿哥啊，你只揾個你吹。哦，OK，你吹掉吧？上岸嘅乜嘢啊？我想這是海南人咧。我唔知。你是啊，我是睇運動嘅嘛？係咩檔？上岸嘅是咩啊？對啦，太原咯，啦，太原呢？哦，來去吹看看，我係是另一對，因為我係 cousins 跟了是除了我係中國嘅，特別我係 cousin，特別你就別知咯，你中國哪裡咯？你祖先，我係知是大陸嘅咯，廣東揭陽，廣東省就人嚟啦，客人喎，有可能，because 客人是無金本嘅嘛，客人是黃佬嘅，就是。往時老是中國係佬誒，往時因為上岸嘅公司是我咪 Glister Lane， 對秘密股邊啊？嗱，我呢借我喂，遼寧啦，我咪估。伊雖然唔是遼寧啦，伊是廣東嘛，就講啊更東嘅，雖然唔是遼寧嘅，對。哦，嗰個呢借我近科呵，有真借，你特別會曉搬咯。你按照個仔到底是我啊？你使成個跑外面啊？名字起啊是王文王志，你看喎？你爸是文咩？冇，我爸是數，係咪數？數是迄個，哎呦，我唔曉啊！一隻包街咧，一隻村咧。啊，數就點啊？招條啦，招條嘅 protect 咯，招所以數。是啊，安尼借我唔知會吹到幾多啦。give up。我呢自己你叫我另外一個自己吹。我慢慢看。即係英嘅 ZUPULU，所以你特別除掉我係八個話可接掉啦，係特別數字啦。嗱，你去吹 Zuplu，哦，那一零是日本啊，Zuplu，一
Really 是 zubulu.com 哦，特別Zubulu.com 平時啊，地好時特別 register 特別 login 咗，你知有隻就是加密嘅話就，哦，特別一部講出來，王志遠呢，幾好聽呢一名 Lucy 係咪王係咪？我是志是志氣嘅志，啊 John Lucy 王係咪？志是土，這四一隻新嘅，四一隻新嘅。嗱，你本是有做族譜嘅嚇？哇！其實我唔知講有對無對，特別我嘅爸，因為我嘅 cousins 甲了有對，所以我是 maybe suspect 講我嘅媽甲我嘅公有可能有去寫我公司你除出來了，你就是個阿仔換名咯。啊！呢條對嘅，我當住你字特別冇成啦。唔使我阿仔就學期嘅就發仔啊！有可能就是都是係咪？廣東係咪？你頭先講係咪？揭陽，廣東揭陽是潮州邊嘅。揭開。Actually，我嘅 cousin 馬路加 recently pass away，伊本是伊個伊冇是講潮州話喎。啊，對啊，人家揭陽是講潮州話嘛。哦，我唔知喎，特別是客人啦，我厝人是客人喎。客人是蝦米所在本有誒，特別其實這樣是只潮州人嘅人誒為所在嚟，特別伊是對啲合併區嘅客人嚟。客人是蝦米人嘅所在？而家是客嘛，呢是 cat 嘛，呢是 cat by definition。有樣子是嘅部件。nomad 嚟本是。nomad 嚟咗。啊嘛，普吉 cat，哎呦死！這個大聲嘢，你做一條出叫我出嚟聲。Sorry。有冇影㗎？一隻半冇影㗎啦，四部啊！啊，一四部啦，佢又等住佢四部啊！我冇硬嚟出邊面叫話啦。冇啊，其實冇硬碗。見啲人還是冇，人見啲還是硬還是冇啲。做咩隔結珠？掉結珠啊！直啊！等我看我等我那時即時我放掉，我看見咱聊嘅時啊，咱特別請 Miss 海南嚟學個人行。是啊，我再吹掉。嚟講用廣府話講，講海南話講嘅。嚇，講咩？講你咧，上喺香港咪上講，特別講我今年啊咪過去嘅一年啦，過去一年啦，咪我到底做咩咩？一二來嚇！哎呦，袂曉啦，你是咩？過去一年再都講，過去一年，再都講，死我梗係唔俾啊！過去一年，一二，再講下，我哋咪講佢名叫咯。係咯，我袂曉啊。你用廣府話咧，你用廣府話就牛講嘅，用廣府話，你常講嘅。對咯，講過去一年多謝大家嘅支持。過去一年咧，我覺得好開心。多謝。冇人講開心嘅啦，好榮幸嘅。哦，嚇榮幸啊！榮幸嘅代表香港去全世界，代表香港咁咪幾確嘅吧？啊，呢隻咩？過去嘅呢一年係我人生歷程當中最多姿多彩、最無懷念。哇！呢個係搞咩？香港小姐過去之年，哇！屌！我曾經代表過香港過去之參加世界年，小姐競選。哇！梗好聽呢。嚟用海南話講嘅嚟。Miss 海南。過去一年，我好榮幸啊！就講啊，我都未有講啊。弄那股，只係未曉啊。弄那個爽爽。弄那股紅洞。一條啊，我就係諗唔制。弄那股光榮，再講光榮。光榮啊，光榮咗，光榮，應該是榮啦。我未曉啦。我識話係林華已經哩哩勒勒咧。有水咩人？哩哩勒勒了嘅啦。有隻係簽裏面。我同你講下 even 啊，你愛吹。你愛吹一詞典本無咯，我同你講。哦，唔係愛吹吹啊！海南話詞典本無咯，所以 sometimes 啊，成日講有會字啊，比較睇愛去吹無。這是啥物嚟？英國中嗰啲啥物物件嚟？英國中，英國中嗰啲物件使 headset 啥物物件啥物嚟？
你嗰種迄個是伊個麥甲伊個迄個啦。我後尾朋友後尾同埋另外一個 EKD account 嘅。哦，伊麥甲伊 headset 到啲邊啊邊哦 ，OK OK。誒，你可唔可以看隻 chat 上面嚟？海南字典。哈，有誒，隔了誒話有誒，我同你講，我是 just 我哋冇，特別伊無到 online，我同你講 online，我就講台灣嘅嗬，你會使去出嗰邊咯。我自己在寫，你很賺啊！時間差，誒咧，你話自己做，digitalize 個表件啊，冇人有心做嘅話啦，嗱是講你有心嘅話啦 ，actually 就係 scan 字邊，係講你 scan 字邊嗰幾個，嗱是講正正你有心，係啦，你有淡薄累，你就請一個人咧，就係 intern 啊，就係啊，一 transcribe 好咯 ，actually 冇咁講物件嚟，拍字啊嘛，特別嚇，特別好，其實當今日唔知 technology 上嚟 Apple 呀 ，Apple 你實用小英嘅按摩啦，你實 select 伊個 paste copy and paste 啊。你唔知等人嘅喎，等人是 A，隔了嘅話本嚟隔了，等人是 A 隔了，但本嚟是 ，it still 是 make mistake 嘅。係啦，特別你 edit 伊啦，你咪太貴咯，你咪太貴咯。你然之後，因為一隻字錯就係 because 一隻字錯，尤其是海南話，伊嘅 grammar 伊邊 make sense 嘛，伊可能 make sense Mandarin 你咪有可能，所以伊咧 Y 可能變 X 嘅啊，伊邊 verify 掉，嚇是咯，誒咧成日講黏字拗，碎酒嘛，碎酒碎地啊，碎果啤，啊啉酒係咩？碎隻醬，碎隻醬啊，碎隻醬啊，我唔一明白。就是一股子料冇人知，嗰時人唔知啊，就是啊，啲海南話裏邊啊，I 嗰隻米啊是有哪種講法嘅啫？你拄到時大人你袂使講怪咯咋，冇假事嘅，即係你講濃。哦，其實你講我是海南人是濃啲海南人。你今日啲朋友嗰是上輩人，佢講我嘛啲係南人，你會使啲上輩，你拄到時代人講農嘛啲係南人，你袂使講我，你會講農。成家無賴，你特別係啦，誒尊敬啊，成日講喂講啊，嗬，你嗱是講你梗係講話啦，嗬，你就叫條白，條把冇就掉啦，掉咩先？你就愛講農嘅。哦，我嚟馬嚟講本時人哋看都袂使講我嘅意，我袂使講我嘅意啦。嚇，你變咗講啊？我講我嘅名名 Patrick。哦，福建人 actually 福建人馬來西亞嘅福建人啦，你跟洋牙牌กับปรณากัน嘅牌 actually 有人嘅紅色，咱人幫實㗎啦，而啦講冇啦，你講講 actually 是人袂曉嘅。我教位媽，我袂使講哦，誒媽阿媽，我俾佢啊，你見住無去本身咩？啊，我袂使講壞咗，你講阿媽無去本身咩？啊，華南本是有人嘅紅色嘛，因為華南人嘛是有人嘅款嘅紅色。我細漢嘅時，我嘅隔壁人是華南人，我嘛個爹教我講話嘅人時，我袂使講阿姑嘅哦，都要講細啊。係啊，就係啦，唔使講細啊，阿姑冇啥物嘢。阿姑是我交位朋友講呀。你拄到你啲誒 senior 甲 senior 講話咧嗬 ，senior 會使對你講阿姑，但係你特別對 senior 講細啊。我本是冇叫伊人阿我本啊，我冇講阿我講安達。講阿伯就叫伊名，阿伯就叫伊名。阿伯我是講伊名，叫我八七。我叫八七tak pergi. Pakcik belum pergi lagi. Dia kata pakcik awak belum pergi lagi. Ah, ya si tu chong. 我冇你看呢，我嘛咩話？盧咧，pakcik lu pi啊，lu pi。Pakcik lu tak pi ah? Lu tak pi? Pakcik lu tak pi lagi ah? 我人嗬，係林話事咯，愛講農咯，農是唔是上海話唔是講農？什麼話？你講上海話你農是魯，唔是講哦，不像農是魯嘅數，不像農是上海人吧？哦，那個真濟荷人嘅方式就是成個海南人嘅應該是較簡單咯，那個有嗬。我人嘅方式就是愛去拜天后之類咯，天后娘娘咯。你成日講到天后宮喎，天后宮嘅天后娘娘，還有一個水尾，係咪水尾？過海就叫啦南媽。你叫王爺。
唔是媽祖是媽祖，媽祖媽祖啦，天后娘娘啊，天后宮咧，天後宮是天咧。后宮就是海南人嘅廟嚟咯。哦，天後宮做到攞啊，未記啊，海南人，檳城嘛，檳城啲到我度嘅，冇聽過。檳城是啲巴海嘛就。天後宮即出名嘛，天后娘娘其實就是媽祖啦，其實我冇聽過媽祖本下。天后娘娘天后啊，宮之類物件咧是海南人學晒嘅。哦，海南人嘅暗，海南人啱。แล้ว其實呢媽祖呢就是台灣人不是拜媽祖嘅嘛，啊，對，台南人啊出海啊，咪拜媽祖嘅嘛，所哦，有時出海嘅啦，對，海南行是一個島嘛，行船啊，咧一個是一個島嘛，海島嘛。แล้ว所以 that's why 伊是拜媽祖嘅，แล้ว特別我哋是叫做天后娘娘啦，華語是講天后娘娘啦，แล้ว特別我哋不是講我講不是講天后娘娘嘅喎，伊無講到海南講下咧，所以我哋成日講我哋係係咪咧嚇？海南會館哦，伊特啲有學晒佢哋天后娘娘嘅，แล้ว呢伊天后娘娘嘅誕辰啊是就是伊生日啊是咧，咪大拜咯嗬，แล้ว伊人是有拜較濟啦嗬，就是海南會館呢，伊人會太羊了和嗬，แล้ว伊嘅嚟煮羊嘅咖喱咯。哦。我煮咖喱裡面是人在 Southeast Asia 影響啦，咖喱。嘛應該是啦 ，Southeast Asia 嘅影響咯，安尼款咯。呢個唔是喎，我同你啲 internet 除掉啊。除咩？即係海南人有一隻羊排喺度。哦，啊對冇，羊排是羊排，代表羊排係咖喱喎。冇可能咧，冇可能 ，because 有神。是啊。就係講我哋大雪卡嗬，我哋大雪卡即係大雪卡海南會館啊，因為我講有去參嘅嘛，伊是參大雪卡啦。แล้ว伊人成日講有一個大日子，就是天后娘娘那時喎，嗬，伊人就會去煮羊排嘅物件，特別較濟是平時煮咖喱咯。我感覺就講煮咖喱是 because of 人這邊嘅關係了啊，食咖喱。有可能到啲海南島較往南方，有可能有載到兩巴，是無，還是到啲Southeast Asia較有兩巴。呢就唔知咯，變咗海南人。唔知啦，特別呢嗬，伊是。哦，你Vietnamese 咪就係Vietnamese咪就係兩巴物件。真係我哈諾嘅就真係我。誒，你有係咪成 cross culturally 有成有影響到 mutually 影響到？海南人影響到海南人影響到越南嘅人，甲越南嘅方式有接起即係海南人。應該是有咯，但係我唔知。我可能就講海南人影響咱人對人食海南雞飯，海南雞飯就出名咯，就比較講海南人是應該是愛食，無特別海南人嗬是應該是有食羊排啦。我看到 internet 上是有食羊排，有海南嘅羊排湯嘅就，有喺物件。有這種嘢，等人都冇關係食羊排嘅。北方嘅人有咯，你去 mainland 去長山，伊人有食羊排咩？有，你特別去食新疆嗰邊嘅。嗱，你人看這個《新洲日報》嘅喎，伊講咧嘛，海南村天后宮誕宴客喎，嚇，伊人煮羊肉湯咯，到博熱身嘅位。我跟我講啊，煮羊白湯，羊白湯啊，羊白湯咯，就是講海南嘅甘榜啊，แล้ว伊人有迄個天后宮嘛，對哦，即生日那時，伊人就煮迄個羊白湯咯，所以成個一個風俗去啊，你看到就是到天后娘娘嘅伊生日，即係海南人嘅culture裡面嘅海南人嘅拜嘅嘛，咧變做伊人是有食即個羊排啦，我人這邊是煮羊排咖喱咯，咧特別你看我看新聞，伊是講羊白湯，那個sembilan咧是煮羊白湯啊，你看。
อันนี้แล้ว這裡是金邊有吧是 because 係林冷嘅咁冰咯，咁金邊Mutton 嚇แล้ว特別係林冷嘅紅燒咧，講真嘅是較簡單咯。แล้ว成日我人本無 because 我人唔是福建人嘛，所以新正若是我人是無排切糕嘅嘛。แล้ว個有就是平時嘅物件就是按對調咱當人嘅物件是相嘅啦。特別我是 feel 到講第一大日子咧，就是一個了天后娘娘嘅一個生日咯。แล้ว海南會館就是做老熱嘅節日。迄個是較 maybe 別個即個無相嘅物件咯。第一無相嘅物件就是講我人有慶祝迄個天后娘娘嘅咯。未使講叫人攞人阿龍甲維娃娃拍殼咧，用海南話講拍殼。嚇！甲我咪是參咩？唔要緊，攏參講啦，就攏 carry on 隻 conversation 啦，แล้ว我攏未聽阿龍未使講到啲 clubhouse 講叫人攞人ดู甲維娃娃拍殼啫，用海南話。參學嘅話就冇唔要緊，未講成日講一隻專特別用 mainly 用海南話嚟講話。特別我真係冇乜種海南話講話了，維娃娃，對咯，你食飽未？你把食飽了，食飽了。弄一啲無咪捌講了，然後久無講海南話了。แล้วนาทีกองไอ้กองให้หนามวยห้ามเตียวกุ้ยไต่對對，對，我貴大鳥嘅音講有不共較對啦，個那海南頓，雪地海南頓，你。食飽晒飽未出嚟，成日我講我那玩係，啲佬真係講海南話加漢號嘅，係那好行號對，那好行號，行號是行號是行號 ，KH 行號，我聽到我 context 我會接到淡薄，對，我會聽到淡薄，你會接到淡薄啦，淡薄我幾減啊，我係想講阿個菜龍講佢物件咯。丟點咧，丟點丟點先，即係丟點字咩咩？唔知，你學我context is 句 sentence，丟點，你講隻 sentence 係嘛？我嚟聽咯，你xuất mùi一丟點。寫小心，小心。哇，如果嗬，無論學我 context 我context 我冇 context 我未啊，你學丟點我未曉紅險，你講呢個你xuất mùi丟點我會曉聽。xuất mùi一丟點。移轉 sentence 移轉，如何移？有白愛護移轉。你 sentence 是講你聽到比較像嘅，講到比較講。你好啊，就 sentence 啊，阿龍。我試下未掉。移轉。我隨便都講嗰度，然後要冇帶都講嘅，移轉，你知道開估啊？冇移轉嘛？冇得碌管樹咯，碌管樹咩人下啦嘛大。醫院的意思。醫院嘛？醫院是 hospital 意思。我就是被笑到，我變就講去老管處做咩嘢啊？我就你浪車啦，就上去老管處。醫院冇病咯，醫院冇老管咯，冇老管。我就，老管嗰個會有嗬，老管。老管嚟啦，係啦，有可能我嗱咱今日講起個字話咧，阿咗有可能唔知。歐奶嚇，歐奶古靈唔是歐奶古靈古靈伊話
伊因話挖掉烏奶了，要付伊轉無到滾。好難了，好難。伊因話挖掉。發燒，伊發燒，伊因話伊當哦，見下字是因話啊，烏奶了，愛付伊轉付無到滾。哦，烏奶了，烏奶係啥意思？烏奶，你發燒，後來要去醫院，要去付無到滾，去看老滾。哦，都發燒了去看老滾，迄個 action 係咩咧？發燒即個 action 是有固另外一個字嚟講嘅，破病是人發燒就破病了。哦，烏奶是破病，烏奶是破病，烏奶，誒，而家即係而家我別咗砌本砌唔到呢個，應該當困去啊！到底是完全冇上嘅。我看白招呢？呢個我把上啊，扣埋笑。because 退休啊，冇上。講我哋講去老館做看老館呢就 stand by 啦。冇退休啊，就講就老館處理就困嘅。退休啊，我真係冇啲都了，真係冇都講了。嗰隻後面講未，比方講咁大時，我會聽啊，就是。伊 retire 啦咩？大咗啦，真係冇多噶咯，真係冇啲都管嘅，冇啲醫院都講了。冇啲醫院都講啦，冇醫院隻行嘅，伊隻行嘅。就係隻紅呢，隻王嘛，對嚟啊！係啦，係對嚟啊，全部都。隻王。喲，拍生我未對到路點先。隻王，John 啊 ，John，隻王。唔知。隻王，去唔知咩？隻王唔知。隻王，冇你個講呢，我冇你個講出嚟呢，我冇你講我邊話呢？隻王。隻王啊，王。隻王。但是講隻王，你兩隻我係叫隻行，咧行是叫做皇帝，行是叫做皇帝，成個行是皇帝，哦，你水皇帝，水皇帝係咩？水皇帝，水皇帝，水皇帝啦，水皇帝啊，對啦，水皇帝。我係西本啊，我是海南人嘅 neighbor 啊，是咁講。Actually，兩來學起來咧，actually 嘅了係冇講特別konkr嘅。because 兩來講福建話都冇人講，意思上是排咗。福建話加海南話加潮州話是上一個所講嘅。上一排。我個上面嘅我俾齋都是俾每看人那是我未看大隻，我未人會記講細漢嘅時，你會有成日用。講唔係用講話啦，用佢哋海南話嚟講成日 nursery rhyme 嘛，是歌，細漢時啲唱歌，喂嚇，會唱下，細漢學掉嘅。會就我當時未記啊，你慢慢唱，因為我爸等於我爸我教我，我未記啊咯，我哋 cat 話我未記啊，唔知咩。我未見咗兩蚊啦，我特別去全部落起來。我最近是見到是海南人啊，伊曉啊，大班都講你咪咪學啲，見到你是海南人咯，見到你是海南人我見到，你寫就啲 jet 嚟講下你是唔是海南人？我看呢邊山，呢些冇出邊啊，呢些冇依嚟講會，因為就 call 唔是啦 ，call 唔是。福建人我同你講嚇，我同你講嗬，最近啊嗬，不阿龍應該白嘅嘛，有一間嗬，伊是人海南人嘅你聽過海南歌哦。啊，阿 John 有聽過海南歌？冇咩，聽阿龍辦嘅咯。你聽到點啊？嗬？阿 John 阿龍啊，佢買影啊，嗬，伊個其實係海南歌 ，actually 是，呀買影，是加拖就冇啦，加扭圖就冇，伊 music， 伊 music 卡拉，伊 that day 伊 rap 啊，伊寫 rap 都真係好，伊寫海南話 rap，即特別派聽喺這裡。萬世那好多冰點，海將急就成當了，
哦，人好女講橋緊女。啊，伊嘛是海南人啊，呀，你做見到，但係我食所以曉海南話，你安怎伊咪起來講？唔知。啱而嚟講嘛，你咪見到起來講啫，嚇，你咁咩講，你咁咩起來就講。係啊，每個人到時候或者時候對你嘛，細漢時有唱成個咩劇，唔是迄個海南歌，定係講 nursery rhyme 咪是不酷咪是唱嘅啊，啊是人佚佗嘅物件，最多最平平嘅那款嘅物件，啊，係咪呢？我知係咩啊？點蟲蟲那款嘅物件咯，蟲蟲飛，灰劍蛇啊，灰劍蛇啊，可以見車執過未？佢件寫執過咩？啊，嚟。未記啊嘛，未。你這條歌actually 真好聽，就是賣影寫嘅歌嚟。這條歌是海南話歌，真正好聽嘅，想聽下真感動嘅。路嘅東賣線，到底都生活，有人叫媽，有人叫媽，也有人叫娘。有人叫馬，有人叫鳥啦。有人叫媽，有人叫娘，就是有一個查甫，有人叫做媽，有人叫做媽媽，有人叫做娘。伊個驚囡仔好，驚囡仔妖，伊個驚花病發燒。mai siêu đông yêu non quay quay lo lo yêu just講先呢 the only Malaysia 唱歌做 YouTube 錄音嘅人裏邊 the only 唱海南歌咯。特別我會聲嚟啦。係啦，我有做嘅隻物件就，即係你講起來就冇極細嘅啦。特別我係實講給人聽。我有講本嘅，我分享過本嘅，就是我喺檳城北點先，我有常檳城北裏邊做嘅 festival， 我本用就是講唔是檳城北嘅 theatre manager 啦，我是用 director， 嗰是用 actor 嘅 identity 參加本嘅就，because 我是 part of the industry 嘛，所以我有一個 festival 叫做 short and sweet 嘅，伊是幾名10幾20出去咧，但係出去成個10分鐘嚟咗，10分鐘做出去咗，所以伊直接接到做嘅，就係 marathon 嘅。係啦，我有去參加這個比賽，係啦，我有一個10分鐘嘅戲咧，我調啲啦，迄出戲咧，我唔係用 English 嚟演到咗，我日嘅 production 咧，我用海南話嚟演到咗，係啦，我是 director， 我跳掉我是做 director， 係啦，我特別想辦法隨到努力講海南話咯，其實我 contact 麥影是 DKL。我講我乜嘢農啲係能然後農數碼啲係能啦，我講我媽媽是係能，不過啲係能會特別冇對啦。我講我係講就冇係能話啦，冇就謝。然後我是只細樣係能話，而家我啲係能話咁幫大漢嘅，所以當然冇咩好講啦。特別我就細樣之類話，我就講你唱歌嘅物件就對啦。人會使合作一道喎，because 我有一個我冇女彈嘅 because 我本身冇彈女本嘅，我。想為做導演係咯，學女嚟演這個戲好。我你腳本嚟講啦，伊 agree 咗，伊講好快演，所以我譯做伊提我還譯做海南話咧，迄個故事是講流浪經嘅咯咋。伊講流浪經裏邊有隻隻有兩個安迪幫埋曬嘅成幫咗，係啦，講你見咗顧住呀，有嗰啲紅十字車嚟咯，是啊，走去啊，冇嘢啊，就是講因啲流浪經看到人死。看到人離開，看到人特別當你海南人講，用海南話講啦。學嘅，依時actually是真係感動嘅故事嚟咗。你看咧，有路人家是你會明白嘅話咧是真感動嘅。because 依環而家真好咗，依環境咧海南味素咯，佢嚟變咗。所以我特別去找啲 video 出嚟。我有 rehearsal 嘅 video 呢。你就點樣說？我覺得有 rehearsal 嘅 video， 我冇 on the show。on the show 是會使翕嘅咗。as a director， 我是會使用 video cam。會使去翕嘅 ，because 係比賽嚟嘅。我做咩事我冇翕到是 because 用比賽連續3日嘅比賽啦，我是一日都冇去到。Why？
我rehearsal 過後了，以為參加以為比賽，就是時節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我拜二咧，我頂一禮拜，我係點教媽媽講啦，媽媽我哋 KL 有一個，安尼款，我媽媽到啲 KL，我哋 KL 我同參加比賽。而咧是開人話嚟做嘅咋，係咯，咪影伊嘅 music，伊嘅 YouTube 咧，我放佢我阿媽看咗，我媽講，哎呀出名咯，這個 auntie，而家伊只嘅大漢伊冇看過，係人明星，係人講嘅，我媽媽到啲邊大漢人。伊看到出名咯，即係 auntie 做下人歌，然後唔講你會聽，你明白伊講嘅物件，誒，不假啦，伊講伊會曉聽，伊講嘅話嘅了，就咁快啲講佢出名嘅，就講我除咗伊嚟做位 N1，做位 actress，係咯 ，N 本正嘅係人話我除咗去看，係啦看啦，諗解白十倍 ，because 我係你媽應就千二啦，我就千，伊是算咗是 celebrity 啦 ，YouTuber 啦，係啦，我解，because 你就拄到。你推實開人話，都有一個少年嘅，大人人話，你就係華語嘅嘛，所以伊甲我建議咗，所以我就甲我媽媽講，我同伊哋 rehearsal 條，แล้ว拜三、拜四、拜五、拜六4節嘅 show 啦，แล้ว real show 嘅當時咧，我嘅仔女多啲 script 打另外嘅仔女嚟看，แล้ว俾佢就10倍咯，แล้ว我俾我媽媽 surprise，本身我冇計講，係會結對。我冇計講，我講這是用係人話講嘅，我冇講叫，我只是計講我做導演，我做 director，佢都去看，你可以 surprise 你講，喲，係人會，我俾佢懷疑嘅就，拜二即係當時上機咧就極少咧，拜二半暝，我困咯，我哋 KL 對 hotel 裏邊困咯，早起3點，直接拜三早起3點咯，早起3點我爆下電嚟講，我麻死伊啦。我記，你講。我忙接運，冇去看幾多隻。係啦，我本身because 我媽媽過身了，我拜三早起我就翹好時物件，了早起10點幾11點咧，我就就到對面邊啦。所以 whole festival 我是完全冇參加嘅。你覺得我完全冇協調 real show 嘅你 show 咯，我肯定協調，我肯定有 rehearsal 呢咯。rehearsal 嘛，我肯定有 rehearsal 呢咯。本身你注意啦，我就被跳出來咧，會 post 我 YouTube 嘅 channel 嚟。Hello，應該嘛？教藝術應該 post。會使。我是 feel 到 one of the biggest regrets in my life 就是我媽媽跳。哇！你自己吹出來啦 ，post 咗。有 actually 有嘅，即係我未去。橋頭橋尾啦，because 你成日用 video 用很本業出來面係嘛？伊阿未曬我成嘅。有啦。edit 淡薄啫。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咁我講係你咪互聯絡過啫，你使伊同伊去 TikTok 嘛？伊就話伊個 TikTok 過程人看伊。哇！我不對。伊是60幾歲人了誒。哇！嗰時好聊嗬 ，social media 咪搞得嗰隻好聊。伊講佢寫嘅。伊 music 嗰個寫個，伊 lyrics 嗰個寫，伊有隻是 music，伊有隻就屬於伊曉呢啲物件。伊有隻是唱功夫班嘅都做。伊是唱嘅人喺度。伊是藝人，伊是藝人。對，伊是藝人嚟嘅，伊是 artist 嚟，伊就是有隻唱咧。一種係。功夫班加海南班嘅，你看你環境大漢嘅人嚟，所以要篤唱嘅，要拍落歌，要拍琴嘅人嚟，所以家己寫 music，伊講話冇人做海南話。ukulele 不得曉咧，要學先嘅物件，冇人做海南話物件，咪做咯。所以有一項物件，我計整2-3禮拜前，我甲伊講呢，睇你咱12成時候啊，你會記哦，我朋友 animation 嘅，係咯，我叫嚟可能。Clubhouse 裏面辦過嘅，我教我朋友日 copyright 咗就，我講我你係背呢 copyright 嘅話，係咧我被記做係嚟話，我教買影片落劍，แล้ว我後面有人講 OK 啊，好啊，我哋一齊做，แล้ว我朋友 agree，佢哋講繼續做繼續用，好聊嗬，你講你係嚟話 version，好，或者係咱邊啲學嘅是Clubhouse 是bằng 海南 version， 係嚟話。有落一輩，一輩個，baru個實嘅啦，baru個 discuss，baru個 take copyright 嘅。你 Kim Sir 講啦，Kim Sir 講 OK 啊，而家你家己用嚇，咱人家傾嘅你嘅字 ，because Kim Sir 真係 support 即係你物件本。講好啊，家己用，都當你咪記做海南話 version 咯。
然後叫你咪有十字成時我嚇，會有吧？係啦，話講下我係有十字成時我啊，講一笑字，我未曉啊，我冇選咯。攞人可以 try 下講咗十字啊，就冚底啊，講我未曉。一個打我，because 你頭嘅好是上 email 咗，打我頭號係咩嘢？嗯 rabbit 頭是頭咯，號啲係咯，是三號四頭嘛？打三號四頭是打我地號，แล้ว個零牛量嘛是哦，牛量六爪六大，食藥，แล้ว出藥食藥背，แล้ว教，唔是啤咧，嗰嚟用嘅咩？出邊用啊，食白背藥，แล้ว教搭鬼。冇搭教十九嘛，九十幾就係九十二股啊，九搭鬼搭一九搭二杜波對能鬥，我有冇成日講你係南門講杜波對能走咩呢？兩個 version 對調咯。哦，搭二咩搭杜波對能鬥，杜波對能鬥，我馬本講咯。哦。杜波對能鬥，趣味。誒，然後啊，人即係感覺到就又見住，誒，你俾做調住人咯時候。西本人都俾隨佢有講調住話人起來，啊點解謝？講下，劇人咩使劇人話事咯，係男人較少啦。先年人，都特別最含義嘅決定。啊，攞特別嘅邊啊是有是新年人啊，還是劇人啊，還是調住人啊？調住人應該是誒話喂朋友咯。啊，即個萬光是調住人咧。伊骨又講調住話嘛。你顧住英國中是咩？我就學嘅人啦，伊就哦，伊是學嘅人。18%學嘅人。住。英國中啊，誒你咪秒掉。蘑菇時候講調住話嘛就。蘑菇就係慘嘅咧，羅澤。伊是叫做 BM 嘅。學嘅人，淡薄調住人。我係話嘛，是調住人啊，我嘛是調住人咯，我嘛。啊，即係講調住嘅，人講調住嘅。我咪聽佢講調住。Actually 是調住人調住人嘛。你講調住，唔是調啦，調住人。我所開嘅咧，唔是個字，唔是調住人嘅咩？胡渣咯，對。我唔使講蘑菇到底伊是只是調住人哦，伊些是客人哦。我未記啊，一半是唔知係咪咩？我未記啊。是講我今日就意思咯，你反講，就有機會考慮起來講看你家己嘅教者、家己方式、家己無相嘅物件。然後冇幾廿年嘛，咱冇半個真清楚嘅嘛，冇幾廿年嘅調住人。特別就係劇本就係劇哦。廣西我唔知是講咩話本都冇咩事響，廣西、廣東、廣西，廣叫南西嘅講。So，咱會使冚大咧呀？佢哋啊，不，冚大咧，咱講白下物件啦。你愛走咧呀？你冚大聲嘛？我叫佢冚大聲。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咱嘅特別嘉賓今日節阿龍啦，แล้วก็有咱嘅即個微微娃娃啦，就起來跟人講，微微娃娃跟人講一做海南小姐，海南小姐，你看特別阿你講，唔使講多謝晒，特別講喺俾年弄住啊，爹了，嚇，俾年。你知我點解俾年我是按照學嘅，我是要去迄個嗰邊店買包嘅時候嘛，就咪講你叫俾去買迄個去買買包，假牙包係咪？豆沙包。俾你是安哥俾年是安弟。係你會曉俾年。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咱個來再見佢。哎呀，死萬music 版咧是條 black 喂，你 copyright black。拜拜。OK， 下禮拜咱再見佢，拜拜。